咱做伙来祈祷。祝你的怜悯，因为你的怜悯，阮才有法度自责。求上帝帮助阮，开阮的耳孔，要听见。伫早起时，你要用阮所讲的话语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出名的基督徒、基督教作家，叫做 Philip Young， 迄个中文翻译做杨菲利，伊所问的问题。伊伫伊的册顶头安尼问，伊讲是安怎真侪人介意耶稣阿太讨厌基督教？然后伊佫讲啊是安怎真侪人对基督徒的印象充满的是道德假好、指责批判、真惊同性恋，以及家己掠做事。伊伫迄个问题顶头，就问这个问题伫伊的册顶头。所以杨腓利这位基督徒的作家下一个结论，伊讲真侪人是借着咧观察一个基督徒啦，就是观察基督徒，毋是听教义，才对基督教下伊的定义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基督徒信仰这样代志，主要是活出来，毋是讲出来。主要是活出来，毋是讲出来。这上时嘛咧对咱讲，啥物会叫做传福音？传福音，咱要达人传福音进前，咱会先问家己，请问咱甲人接触的时阵，是单纯因为关心甲疼对方，还是只是想要传这个福音的目的？你若放一个目的伫遐，可能就毋是真正要疼对方甲关心对方。另外一个问题更较关键，就是请问你要人传福音的时阵，你倒有得到福音？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咱的性命现在是毋是有活出真正的疼甲稳定？保罗伫罗马书对咱讲，虽然咱是罪人，总是会当因为上帝主爱的义，就是伫基督耶稣内底得到拯救，出死入生，成做伊的囝儿。总是虽然安尼，保罗嘛伫罗马书第8章咧对咱讲，真歹势哦，咱嘛是甲大自然共款咧讨愧。咱甲大自然共款，伫遐受苦。有时阵，迄个苦难随时来，迄时咱的痛苦，甚至连祈祷拢无法度祈祷，拢讲袂出嘴啊！迄个痛苦甲疼，我毋知影要安怎讲，总是加在圣神会为咱代求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亲爱兄弟姊妹。保罗其实是咧对咱讲，虽然咱毋是人生的胜利组、人生胜利组，总是一定袂失败，因为上帝对咱的疼，是世间上所有的代志无法度取代，搁无法度解决的，因为上帝伫咱这边啊。这就是说来保罗要讲的，上帝伫咱这边。罗马书第8章31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关系这个代志，咱要安怎讲？上帝若为咱，啥人会当抵得咱？原文是：若上帝为咱，啥物人会对咱？对。所以保罗有可能是受诗人的影响，因为诗篇118篇。第6节就安尼讲，诗人是安尼吟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甲我同在，我袂惊吓，
人会当甲我安怎？人会当甲我安怎？所以，什么人会当对我？事实上，伫这个所在，原文讲上帝为咱，加对咱，搁较是咧指迄个法庭开庭的迄个场面场合啊。因为搁较应该是保罗咧指法庭开庭的场合，就是为被告来辩护，所以上帝来为咱辩护，以及对，就是对迄个被告的控诉。上帝安怎为咱辩护咧？这就是刷落来，圣经咧对咱讲的。罗马书第8章3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，互伊为着咱正人牺牲，兼未将万物嘛白白赐互咱。所以保罗用无啥共款的用词，其实定心咧讲，伫罗马书头前第4章25节、第5章第8节，以及第8章的第3节，讲起来的代志。无啥共款的用词，总是拢咧描述同一项代志，就是上帝将伊的囝交付，白白赐予咱。迄个白白赐予咱，原文是动词，会当讲迄个白白赐予咱交付，迄个过程叫做恩典。原文会当翻译做恩典，就是恩赐。换一句话，就是伫迄个交付的过程，这就是上帝恩典。克莱菲德这位近代的神学学者安尼讲，伊讲传统上因为70书译本来描述亚伯拉罕白以撒的迄个情景。共款用伫这个所在，所以保罗是咧讲上帝的亲像亚伯拉罕无惜家己的囝，所以咱等一个音的迄条歌叫做无惜家己的囝是正确的。所以主人伊会将所有的一切，后壁迄个万物其实是所有的一切，主人伊会将所有的一切赐予咱。所以，这个所有的一切，应该更较是咧指救咱迄个恩典所有的一切。罗马书第8章3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啥人会当控告上帝选民，宣判因罪义的人呢？是上主。这真接近原文。现代神学家认为，保罗有可能伫遮是引用70书译本的以赛亚的话。以赛亚书第50章第9节是安尼讲：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看，至高的上主有在帮助我，啥人会当宣告我有罪？加利文是安尼写，加利文是讲咱确实爱徛伫这个独一上主的审判台前，总是一旦伊判咱无罪，伊判咱无罪，就无人会当控告咱。罗马书第8章34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那安尼，啥人会当甲因定罪？无，基督耶稣已经死。个上帝有互伊对世人中个活，搭就是上帝正平代替咱祈求。斯托德这位牧师，福音派要紧顶世纪的牧师，安尼诠释，伊讲咱本来应该为咱所犯的罪受刑罚，总是基督为咱死，付上罪的赎价，伊死了后。被上帝搁互伊对死搁活，代表上帝已经接受伊的囝所献的赎罪祭，做咱无罪称义唯一的基础。
神学家咧对咱讲，这叫做神学上代表渐渐升起的次数。一个知影家己已经受赦免的人，就是肉身的死，总是性命却会当对准耶稣基督，迄位捌受定现今的荣耀。伊现在已经伫上帝正边为咱来祈求。柏拉图是安尼，这迄个真古代的教父柏拉图是安尼讲，伊讲。既然伊将所处的人性天现献给上帝，做咱的担保，伊就最真正，并且永远的大祭司。实际上，这就是咱今仔日每一遍祈祷了后，上尾真侪人会，其实我嘛会安尼习惯讲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的原因。这就是这段其实拄拄咧讲这样代志。奉咱祈祷了后，咱讲奉主的名、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其实是安尼。罗马书第8章35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？是患难，是困苦，是迫害，是邀歌，是散者。是危险，也是惨死。上帝为咱放杀伊的囝耶稣基督所天现的疼，是世间所有的挑战甲苦难无都解决的。保罗伫遮来举列出7项代志，来描述咱伫这个世间所面对逐款的挑战。这应该甲犹太文化内底讲7是完全有关。伫犹太文化内底7就叫做完全，所以列出来7项其实就是完全的挑战的意思。斯托德牧师是安尼形容，保罗家己经历过伊所列出来一切的患难，伫遮保罗家己经过。所以，伊所经历的，甚至比伊所写的更较困难。所以，伊真清楚，这每一个患难是啥物款的状况。这人会面对的苦难挑战的列表，甲当时哲学家，特别是斯多亚派的哲学家列表真相同。总是上大的无共款，是保罗毋是高估人偌厉害来忍受这个挑战，人有偌厉害，保罗毋是安尼，保罗是肯定上帝伫耶稣基督内底听，迄款的稳定。罗马书第8章36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，照圣经所记载。因为你的缘故，阮规日面对死的威胁，人看阮亲像要互人抬的羊。保罗是引用70书译本诗篇44篇的22节，伫遮要讲是无毋对，基督徒会拄着挑战，总是这是真自然的代志，这也是历代。上帝百姓因性命的特质，总是信徒会拄着挑战，毋是因为因偌歹，是因为因委身伫基督。所以伊引用这个经文，这个歌的意思。罗马书第8章37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，拢毋是。伫遮一切代志，咱靠听咱的上帝得胜到有存。咱来知保罗伫罗马书内底第8章一连问5个问题。这5个问题毋是伊凊彩问，这个问题拢甲咱所信的上帝有关系。保罗讲，无任何代志
会阻止上帝的关联，会互伊的慷慨，伊疼迄款的疼的慷慨变弱，无人会当来控诉，将伊所敬的人定罪。无了讲，无人会当互咱甲伊的疼隔绝。所以原文是安尼写，原文是安尼讲，总是伫遮的所有的代志顶头，咱得胜到有存，照着迄个疼咱的，迄个得胜到有存，其实是一字，得胜到有存一字尔吼，原文是一字，迄个一字就是为甲得胜所组起来、组合起来的复合的字。然后伫新约内底，咱来知影保罗伫罗马书可能做真侪字，可能啦吼，可能因为伫新约内底只有看到这个所在出现，所以新学家认为这叫做调工的，保罗调工用这个文学的安排，就是咧强调咱会得胜到有存，这嘛是今仔日真侪人。会伫基督的上尾后，会加上奉得胜的耶稣基督之名祷告，佮加起嚟啊吼的原因。总是保罗咧对咱讲，一个基督徒，也是一个信徒，得胜到有存，毋是咱偌有勇气，咱偌高吞忍，以及咱有无比的决心，毋是。是照着基督咱的主伊所显明的听。罗马书第8章38节，刷落去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为我确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是天使，是灵界的统领者，也是权力者，是现今，也是将来。保罗用我这个第一人称。加入信徒的行列，咱的宣告。保罗列出10项的对比，其实是甲35节的后半所讲，这个7层人会拄着7层的挑战，做迄个交换的对比。所以真侪人称保罗。对罗马书第8章开始31节开始是一条歌，是其实有迄个道理。其实敢若伊咧吟唱一条歌。第一个对比叫做是死是活，这个回应基督甲咱先死后生，先死后生就是先死后活。也是对保罗所宣告伫罗马书第8章第2节所讲的有关系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为通过基督耶稣迄个使活命的圣神的法则，已经有透办咱脱离罪甲死的法则。第二个是天使，是灵界的统领者。咱来知影，伫当时的宗教思想内底，认为伫宇宙中间有真侪人所看袂到的灵体，迄个灵魂吼，就是不管是邪灵还是好灵啦吼。这其实甲台湾的民间信仰真类似。咱嘛感觉讲，这个宇宙有迄种咱看会到的，以及咱看袂到的，对无？真神吼，所以保罗将即种的，这其实是这个灵界的统领者，也是权力者，其实是咧讲，不管是看会到甲看袂到，迄个上权的权柄，迄个即种的吼，所以伊咧描述这样代志，伊讲即种的甲天使。其实是并列，所以神学家认为这代表有可能保罗咧代表歹甲好，
当然，另外有一派学者是认为，这是保罗咧指地甲天有两个势力伫遐有色啊，有大色，拔河啦，有大色的意思。第三个是现在，是将来，是现今，也是将来。原文是现存，将来是有关并的。上主人的解说就是，不管是现在，还是未来的环境甲事件，然后有关并的伫这个所在，其实希腊文原文是单独来出现，会当指一切有能力来控制他人的困难。罗马书第8章39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，是天顶，也是地下的心灵，也是其他的被造物，拢袂当测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听。第4个对比是悬，是低。当时的人会去看天顶的迄个星神咧运行上悬甲上低的所在，并且因为安尼来发展出现在真侪人拢讲叫做星象学的这项物件，迄真侪算命的人会用这个星象学，像是真侪人嘛会问讲你叫做什么星座，对无？什么天秤座哦，其实就是拢迄阵啊，迄个时代来的啦。就是讲，几月到几月生，就是什么座，什么座，对无？这叫做星象学啦，其实毋是星象学，这就是算命的啦吼，算命的。啊，是安那会安尼？就是当时发展出来，因咧观察迄个天顶的星悬甲低。保罗其实直接用迄个悬，迄字其实就是当时星象学的字啊。迄个悬的所在，伊用迄个做字。当时认为这会影响人的生活甲命运，所以虽然毋是当时尔，即摆嘛，阁真侪人认为讲你是啥物几月生的，安尼你的个性就是即种，对无？不是当时即摆嘛咧影响咱。保罗确实迄个用当时星象学的术语悬，总是低毋是呢？低只是一个普遍的字，是咧指伫地的下面安尼尔。所以，就真侪人咧约啊，因为保罗都无真熟悉星象学，所以伊就无要用。嘛有可能伊是为着避免人误解刻意来避用。当然嘛，有人主张，既然毋是所有的人拢全部拢照用检测保罗，只是单纯咧讲悬甲低安尼尔。所以检测咱会当安尼讲，就亲像神是爱这条儿童的诗歌，伊的副歌所描述的。神是爱，空气中我能体会。恩典中我能体会，随时我都能体会。从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，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。所以有可能就亲像这条儿童诗歌。咧对咱讲的，迄个上悬的，甲上低的，才会拢咧对我讲，对咱讲，迄就是上帝听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的咱，有缘真迫切需要保罗所提供的保证。其实，咱的性命无一点仔是稳定的。我相信在场有医生就拢知影，咱的性命无一点仔是稳定的，随时拢有可能拄着。
就是基督徒嘛，不免会拄着试探、经历苦难甲逼迫，总是上帝已经应允咱，不管咱安怎，伊会甲咱做伙伫地。上帝毋捌应允讲，苦难袂到咱哦，总是就是苦难来，嘛永袂互咱甲伊的疼来隔绝。所以基督徒无比人较厉害啦，咱嘛无法度讲会当真正，我讲过，传福音互人，敢若咱要救人的吼，咱斗有法够，咱斗有法度真正救人，毋是救世主，因为咱的性命，咱有了解咱家己每一个人的性命，咱的性命犹原有一部分，就是迄个熬变化。摇来摇去真脆弱的迄个人啊，咱的性命犹原有迄个部分是安尼啊。总是假使咱来当坚持忍耐到底，活出互人欣赏的性命，就亲像花有真自然，就会有迄个香气吸引人来接近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就叫做福音。阮即礼拜音乐营有一个老师，毋是基督徒，伊即个参加到第3天啊、第4天的时候，伊讲吼，我若搁伫恁中间2礼拜，我可能会受洗哦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咱安那活比咱安那讲佫较要紧。总是咱嘛知影，这绝对毋是咱外敖外好，是因为上帝疼，因为伊单纯疼咱，咱才有法度持续坚持去疼。第2次世界大战，摩特曼是一个德国军人战败，所以伊关伫英国的迄个战俘营啊，吼，伊关伫遐，因为伊无死，伫迄个第2次世界大战伊无死。伊杀死德国的军人，然后伊关伫迄个营内底的时阵，有一群苏格兰的妇女带因所做家己手做的迄个饼干甲圣经来看因。伊看到圣经，摩特曼互因的行动感动，就开始伫遐读圣经。然后伊转去到德国。伊诚做一位牧师甲神学教授，总是后来伊有质疑，伊讲是安那教会内底有阶级，甚至搁分迄个信徒甲非信徒咧。主耶稣称对伊的人兄弟姊妹，教会毋是搁较应该亲像家庭，无应该亲像企业吗？上帝毋是掌管全世界，包括羊条外吗？所以摩特曼是安尼定义教会，教会是叫做基督所伫地的所在。伊认为看起来看到的教会，外显的教会是接受基督甲福音的人所组成的，总是基督嘛伫送香的人、邀歌的人。病人甲患人所伫地所在，因为伊引用马太福音第25章40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王会应讲，我实在甲恁讲，恁有安尼对待我兄弟姊妹上微细一个，就是好款待我。伊讲这叫做稳重的教会。稳重的教会，就是耶稣基督伫地所在。所以，伫咱的家庭内底嘛有一个稳重的教会哦。假使咱有好好款待彼此，然后伫咱的生命内底嘛有稳重的教会。诗人是安尼吟唱伊所拄到的上帝。诗篇139篇第8节是安尼讲：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若爬上天，你伫遐；我若落阴府，你嘛伫遐。
世人所个别的上帝是咱歹势无通得闪的上帝，伊一定会甲咱拄着，不管什么时阵，伊一定会甲咱拄着。总是千万唔通掠做拄着伊是美好的经验。咱爱知影过去的人，一个讲着要拄着上帝，拢是骹头夫比比错。但咱知影是安怎？拄着上帝的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徛伫伊的审判台前，咱会拄着上帝。所以咱爱特别细字，唔通家己掠做哦，我一定得救。爱细字，家己掠做是，特别是加利文的信徒，哪强调我是上帝命定的人、有定的人，哪倾向确定家己是徛伫对的迄边，是天堂已经保留位置。确定得救的人，总是咱免哪知影，免哪确定咧。有一个真出名的摇滚天团叫做 U2， 内底伊的主唱叫做 Bono。Bono 捌伫伊的歌顶头安尼吟，这摇滚歌啦吼，咱可能毋捌听过。伊安尼唱，伊讲。我会去追求心灵，去找到酒精。我去追求心灵，去找到酒精。我去追求灵魂，去买流行，买流行啦吼，时尚。我想要拄着上帝，因去向我推销宗教。后来，伊伫YouTube 这个摇滚天团，咱会当去 YouTube 搜寻啦吼。后来伊吟唱一条叫做《野尾》这条歌，伫《野尾》这条歌内底，伊个别伊家己，伊讲伊要向上帝献出伊的双手，伊的双手捌安尼拳头母一直刺咧。紧握啦吼，紧握器咧，伊要献出伊迄个紧握，意思就是伊爱放手，伊要献出伊真紧批判的喙唇，上尾是伊的心，伊讲求你将我的心摕去破碎。这是这条歌也尾，这条歌咱会当去搜寻看卖啊。伊咧告别伊的信仰。然后，伫摇滚乐现场，几万人的 fans 顶头，伊上尾带这个 fans 唱《哈利路亚》这条歌，所以伊将伊的演唱会当作是布道会，总是伊无讲啥物话，伊只是吟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福音是啥物话？福音是咱所相信上帝是迄位。真实可靠，甘愿放下性命，为着疼咱，啥物物件拢无法度隔绝会疼来疼咱，透过安尼要拄着咱，这就成做咱的性命不得不去回应的声音。所以，咱的性命其实拢是上帝听的依靠。这就是咱相信去听的原因，更加是咱不得不去甲人分享福音的原因。做伙来祈祷，主，阮知阮都袂过你，家己会听。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虽然拄着这个世间偌大的苦难、偌大的变迁，主，阮知。你拢要甲阮做伙伫地，求上帝帮助，互阮拄着你，也拄着你真实的听，帮助阮，互阮活出你的听的旨意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